食啦，今日食呢個牛肉啊，你竟然連佢嘅老豆老母係邊個你都知道？出生日期23年10月19號，標號1301。呢啲牛肉你睇落去啊，好似藝術品一樣嘅，啲大理石嘅紋路。啊，呢啲雪花真係靚。這五花子還是三花子？五花子。五花子，最脆就這一塊了。對。這又是哪個部位的？這帶點這個肥肉的牛肉是最香的。對。我說這個已經很爆花了。對。剛才小妹說這個還不算爆花。但我們這個不算，我們要1400斤，這個1200斤。這條牛小一點。小一點。但是日期就是絕對夠了。夠了，夠了。啊，漂亮漂亮漂亮。這個，連你頭都很花的。對。這個精品中的精品。這個雪花。對，是小排，還有那個眼肉。哦。對，這個是吊龍心了。這塊就眼肉。對，這個是眼肉牛排。啊，這個平常我們打火鍋的話，這中間的叫吊龍心。吊龍心就在中間那塊。吊龍心，像眼睛一樣圓圓的。然後這個是吊龍飯。我哋今日點啲火鍋，點啲熟菜，要食到各種唔同嘅安格斯，真係唔係吹牛嘅。嗱，兩碟肉，全部黐住塊碟喺度嘅，就講明啲牛肉夠晒新鮮。你呢一盤嘅呈現，咁樣豎起身嚟擺上嚟嘅。這種羊肉串也是安格斯的，是吧？都是現醃的。我覺得我今日真係大鄉里又醒啊！牛肉竟然睇出咁多驚訝嘅嘢，今日真係見識到啊！如果我唔同你講我而家喺邊度，可能好多朋友以為我已經去咗外國啦。你睇安格斯，我哋今日係嚟到梅州梅縣嘅梅蘭鎮，呢度有一個我哋中國人自己嘅安格斯牛排。安格斯咧好容易辨認嘅，第一咧佢係冇得牛角嘅牛，第二你睇佢嘅體型係冇好似好有雕塑感一樣，顏色主要就係以呢啲黑色為主。每隻牛嘅頭頂嘅髮型都有區別嘅，呢個攣毛，嗱呢啲就唔一樣，嗱呢隻又唔一樣係嘛？哇！你睇，每隻牛有佢自己嘅身份證嘅牛耳仔嗰度。我哋食嘅安格斯可能好多都係外國進口翻嚟嘅凍肉，今日咧我哋有機會喺中國食新鮮嘅安格斯。呢啲就係佢哋牛食嘅嘢，聽聞就係用啲包粟啊、一啲草啊、少少嘅穀物啊咁混下出嚟嘅。所以你哋講嘅古斯就係咁樣啦。呢度所有安格斯咧，其實都係喺呢度出世嘅。我哋而家着埋白大褂去睇下啲牛 BB。哦，這裡要消毒是吧？好，謝謝。我們整個場地都在這個大山裡面哦。相當於我們這個場地相當於是挖山挖坑的。好大一片嘅牛，我睇呢啲牛頭全部喺度食草。這個牛哦分兩種，有一種是肉用的，一種是奶用的。我們這是肉用的牛，然後肉用的牛呢，我們就能看到這個小牛跟母牛在一起的。這種就是3個月的。對，它出生下面是9月份出生的。就它的父母在這裡。它的母親，父親不在這裡。哦，我們剛才看到的那些是閹的公牛。看到我們在2期看的是吧？對對對。2期看的是閹公牛，哦，就是後面育肥了之後拿來銷售賣肉的。哦。啊，這個好小，這個就不是安格斯了，這個是我們包裝廠那邊的陸豐牛，本地黃牛。我們這欄就相當於就是之前的廠房嘛，就是所有的代產母牛都放在一起了。哦，剛出生就這麼大了？對，它出生一般是35公斤左右。啊，能長起來了。一次生多少頭小牛啊？一般是1胎。今日我真係開眼界啦，睇到咁多個安格斯，包括睇到安格斯嘅繁殖啊，睇到啲牛仔啊。原來而家我哋中國都有自己嘅安格斯，中國嘅安格斯，新鮮嘅安格斯牛，呢樣嘢咧一定要趁熱食，啱啱煎出嚟嘅牛扒，呢個係眼肉嘅位置，稍微帶少少嘅肥脂，切開嚟嘅時候可以睇到裏邊仲好嫩嘅，呢種5成左右嘅呢種咧，煎出嚟嘅時候裏邊仲係帶汁水，一啲都唔會話柴口。可以體現出呢啲牛肉嘅呢種香濃味道啊！呢個清湯浸出嚟嘅牛腩，食牛肉我中意食呢啲部位啊，兩邊仲包裹住一啲肥油嘅雪花、肥牛、五花子、安格斯牛肉打嘅牛肉丸。對於呢啲咁高端嘅呢啲牛肉咧，我要整一個鹽水嚟浸。哇！呢啲雪花，你係食得出嗰種牛肉嗰種香甜味嚟嘅。肥牛
試下呢度點呢度嘅辣椒醬嚟食，酸酸辣辣，似埋個五花子。食牛肉系列嘅嘢咧，第一牛要好，第二要識揀部位，第三刀工要好，第四一定係要控制好呢個灼嘅時間。呢塊係我哋嘅五花子。喺呢度食啲牛肉，你係可以食得出奶香味出嚟嘅。安格斯牛肉丸，呢度嘅每一碟肉啊，都會俾你呢種驚豔嘅感覺。可能呢啲就係新鮮安格斯可以俾到你食出嚟嘅嗰種咁香、咁甜、牛味咁濃嘅呢種滋味所在。好多人會認為，可能我哋食安格斯價格會食得好貴好高。你又估下啲我哋呢度3碟牛肉，一個牛扒，一個清湯嘅肥花牛肉丸，埋單要幾錢呢？我哋而家好多時候食嘢咧，除咗好食，一定要食啲嘢要放心。今日我真係見識到啦，你食嘅牛肉竟然係可以溯源到佢每一日食乜嘢，跟住佢老豆老母係邊個，你都知道嘅。呢啲咪我哋餐飲嘅進步咯，我覺得係。2個人食咗367蚊。